紹今日嘅嘉賓先，佢哋每一位咧都係對慈善嘅事業都懷有深厚嘅熱忱，同埋會為我哋嘅活動增加添非常之多嘅光彩喎。咁俾我逐一介紹一下佢哋先啊。首先有鄧家彪先生 ，BBSJP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九龍東；石卓嘉先生，博愛醫院總理、亞洲防癌基金會主席、灣仔中西區工商聯會副會長、大灣區高端商務促進會主席、全球灣區高端促進會主席、全球華人傑出青年、生物科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黃以新先生，九龍城區關愛發展基金主席；陳恩耀先生，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葉湛溪拿督，香港關懷力量榮譽會長、香港復康力量會長、健將護康會會長；莫振賢先生，香港關懷力量榮譽會長、香港珠海文藝協會首席藝術總監、專業會我要高飛藝術團主席、香港珠海社團總會執委。李益琪先生，香港關懷力量榮譽總理、香港復康力量榮譽總理，2024年榮獲大灣區傑出企業家大獎，2025年中央電視台企業家頻道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邀嘉賓，紫匯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譚卓坤醫生，17循行創辦人會長 Amanda， 康心會會長吳慧嫻女士。關懷大使簡青青小姐，同埋我哋今日見到好熟悉嘅面孔，我哋要同大家見一面先。幾搭車你又發覺大家見面，非常之多地方都見到幾搭車啊！今日就正式宣布，就我哋會推動呢個捐贈器官嘅計劃，咁希望都得到大家嘅支持同埋參與。啱啱睇到啦，今日係一個器官捐贈發佈會啦。咁由捐血去到器官捐贈係一個非常之能夠幫助到人嘅事情，特別喺未來3至5年嘅時間更加重要，因為大家都知道 AI 嘅科技喺未來越嚟越發達。其實隨住 AI 嘅進步咧，係喺呢個醫療世界裏面可以幫到好多人。但係重點就係話，究竟我哋一啲需要幫忙嘅人，可唔可以未來幾年嘅時間係等到呢個科技去讓每一人能夠健康同埋進步咧？咁所以呢段時間可能未來3至5年喺個科技未完全成熟之前，我哋嘅捐血、我哋器官捐贈咧，係可能有一個好重要一個價值同埋意義。咁就嗰個器官捐贈嗰個咧，我會參與好多幫你推廣嘅。即係大家堅持同埋努力，喺香港關懷力量成立咗之後，去關心每一位獨居嘅長者同埋基層嘅小朋友嘅一個重要嘅力量。喺你哋嘅無私奉獻下，無數嘅家庭咧係得到咗支持，之後無數嘅生命咧係因而有轉變嘅。今日喺我做義工嘅同時咧，其實都好感受到咧，其實好多嘅弱勢社群咧係需要我哋嘅支持啦，同埋關懷嘅。其實力量唔一定係話，喂，不如你嗱嗱聲做個義工，可能啲人會同你講，好忙啊，我冇時間。唔係㗎，其實你一把口就得㗎啦。不如你支持下關懷力量啊，不如呢度咧有啲嘢可以幫下手喎，不如用你嗰把口嚟講出嚟啊，用歌聲嚟做出嚟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用身體去力行啦，用你嘅血啦，好似佢哋最近會搞一個捐血嘅活動。其實有好多嘅方法，你嘅身體、眼、耳、口、鼻，任何一樣嘢都可以做到呢一份力量。所以其實我都係多謝李琦先生去帶領我去到呢個關懷力量，識到 Jackie、K 哥、老師、議員咁多位，因為有你哋係一個，我相信有一句説話叫做花花轎子人抬人，就係因為佢哋一路抬，用佢哋嘅藝人嘅能力啦，用佢哋嘅一班一路積累以嚟嘅義工啦，去幫到大家。會派到啲飯島社嘅甩碌新手義工咧，而家竟然可以擔住總理呢個 title 啦。身份雖然改變咗，但係始終不變嘅係我哋嘅初衷。我哋香港關懷力量成立至今啦，其實係5個年頭嘅啫。但係我哋要做嘅唔係淨係做雪中送炭嘅英雄，而係要做落雨擔遮嘅街坊。我哋呢咁多年一路都積極推行緊各種嘅計劃啦，其中之一個最重要嘅沿途伴理計劃，相信好多一路有做義工跟開我哋資訊嘅朋友仔大家都知道，其實呢一個計劃最緊要係2大行動。
活得好嘅關懷同走得安嘅陪伴。咁喺呢一個活動計劃之中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喺每一個月嘅探訪之中，除咗會送上物資之外咧，我哋會記低婆婆話廚房嘅水喉滴水喎，或者伯伯話膝頭哥作痛喎，咁我哋就會提供到一啲嘅家居維修啦，同埋醫療嘅支援啦。當佢哋離世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好似屋企人咁樣同佢哋做最後嘅告別，發現領悟到，其實我哋派嘅唔係淨係嗰一代嘅物資，而係被看見、被聽見嘅呢一份嘅溫暖。Like we got nowhere to go, so meet me underneath the moonlight. Let the fire catch you moonlight.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air, 'cause I don't even care. Gonna dance until the sunrise. Thank you. 支持同埋參與，咁啊多謝大家。